我们不怕人家笑。我以前卖过药，我赚钱，我卖东西，人家多少钱我就多少钱。我卖东西也不骗人家。到演戏我会演啊，我会演给你看，我不会演比别人差。向主名求啊！郑成基，大家都喊佢阿基叔或者郑先生。生於1932年，出生到桃園縣龍潭鄉。1950年18歲時節，聽到阿球學做戲，加入咗新生演劇團。嗰時我咪做嗰個，真係唱阿球唔低不下，你這做戲咪，所以我低唱阿球，嗰陣時做戲嘅都係副橋，啊低戲佢外面同阿球講，我說呀，我成日答嘢，然後真不如試做啊，好啊，或者像次都在忙學戲啊，像落雪咧查哦，嗌這個賣茶郎子貴啊。阿球我教啊，愛那戲啊，萬里沒有那茶，高台有萬路那愛有。嗰時阿球我愛演的咩？他現愛歌，我哋唱歌，現愛的氣啊氣對了，我哋冇聲音咯，而家冇唱嗰歌。唱到歌我都歌聲已弄出來，我唱大潤啊！以前老一輩都會講戲，咪講戲。講聲講戲，我叫派幫我做，我就寫起來。三個人玩錯，我冇阿球我教我，我就寫起來。所以啱啊呢，他出台做演唱，做一般唔會漏氣哦，就比較好，較就淡嘅，較敢做。阿基叔嘅阿球，每強音，現代係學習客家改良戲，後來咪向老一輩嘅藝人阿郎丹學習正統嘅三腳採茶戲。嗰時阿基叔不管係客家改良戲，一就係三腳採茶戲，都獲得阿球嘅真傳。
你弄，喂，卖十四，卖本来做来的好嘛？哎，你阿庄伊无加落讲的哦，因为冇加老公咯，冇用卖是卖四四咯，冇用讲卖14，卖插四啦。咁你讲比团契咯，哎呐，团体都四四啦，团你体。讲比团契咯，好。卖按多嘛个东西，少两嘛本来他，你按讲伊太黏了，有人来骂人咯，跟讲系少黏。还有咩啦？卖按多嘛个东西，少两嘛本来他，哦，你讲绑床啊咧，做嘛个？咩你讲教床啊咧好啦？哎，练弄个颜值水分。少年嘛，少年就坏话嘛。坏话。原先要进棺材了，那少年嘛，啊，那个少年，少两本来糖啦。赶紧躺好来，练弄，颜值水分，呀，胆头冰叉，吸力降落，胆子表团吼，放油，除了金面床杀中球。哎呦，搿两样几多钱咯？搿两样按像贵开一样的，有搿介唔样嘅哪能样？厝体的啦，无通。啊，搿厝体的唔样嘛？开落嘅上能样嘛？还有。还有。 1953年，阿基從22歲嘅時節，加入嘅竹聲演戲班，開始擔任大角色或者導演嘅工作。也因為順飛到屏東演出嘅時節，認識了宋美賴海源。家下其實太角色人咧，我會做人咧，要做拖延，要乜嘅都會做我哋錯。係講啊，大叔講，安尼啦，家老公都做得啦，所以我本人少啦。 用我男朋友買馍呀，我俾人食。講我適當我買馍呀，我中午我俾人食。做講佢都講好啦。哎呀，佢都見講見人要拖，如果做拖延要抹街要見講安尼啦。用家己做的，用自己又唔會做，要學都會嘛，係唔會做。這是就大級的歌廳咧，聽了迄就叫我歌戲啊。歌花蓮戲啊，花蓮講練做戲啊。 因為天亮嘅啦吼，像過去做唔好講賣馍嘅，係啦，就是這樣。做嘅呀，變要學嘅呀。阿基所屋下附近有一家泰米戲院，頭擺在演出擂台戲嘅時節，一年他又會來做一擺。大明戲院現在改成什麼商場？那名字還在哈，大明戲院哦。小時候，別的劇團來，因為都是同行嘛，也會認識啊，所以都給我們招待見啦。然後還沒有去演的時候，我們要去佔位置。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戲院是演10天，然後好像是前5天是演那個古裝戲，然後後5天是演就是現代的。 千萬莫入嘅杜博床，閒日有錢衝房飯。頭擺做擂台嘅時節，做戲演嘅時節有冇？係喏，所以煮哦，乜嘅咩唔是做細面，用到水的細面，素啊，唔是大絲的。係啊，三川是飯面煮片片，按骨頭迄個點心，魚裝片片，吃到飽。 素啊落去，面細片片放開，也唔是停課。做人聽講，哎呦，時間到了，我做戲咯，就上棚嚟做戲。我打下棚了，面出啦，所以細啊做生意的。是棚嘞，頭嘞，我手嘞，講可比也比步行做嚟講，戲院做，我攞冇啲戲院做嘞，就兩台拖拉骨的呀，一條貼。 cái mà thiên con là kim này là chọc tế là mắc cái thứ hai như thoại anh ngày đều số người này này tôi sử dụng à anh thấy sử dụng à cho khi phụ đây à con người này Korea đồng đồ Korea phi miền trong không mấy nhiều đặc dụng thiệp thiệp con em này anh họ miền教師啊真係數拖拉不單。呀，阿爸，我呢個狀況喺曬你喺屋企啊，幫大家多支持，將送大家萬事如意。 阿基所老宋美結婚以後，轉到阿 Q 嘅生存演。
在北部嘅客家中巡回演出。阿基所嘅7個成員呢，出世嘅時間就在也巡回演出嘅過程當中。太冇啲太湖宮嘅，伊扎入面太湖宮嘅，拉啲嘅湖橋起演宮嘅，阿東嘅吼，天三嘅阿妹啊，就叫個下宮嘅，加帶嘅學校去報，計到宮嘅，我阿爺咧，有啲10分了，主動嘅10分了宮嘅，再落去天嘅阿年嘅，我啲湖橋宮嘅，個天6嘅。天6嘅嘛，阿年嘅吼，阿年嘅有咩啲富橋啊？係啊，阿年嘅啲富橋，哎呀天7嘅買嘅阿姨面啊，啲苗啲，一栽味，我講味也是乜子，做事又大了，但係特別。佢話大咗可以做生意，都還蠻好，東西種好咧，雞就煮好咧，我要買個以前嗰個啊節油啊，雪油風爐啊，煮好咧，喺個面床條咁咧。我做生意咯，我就走，就是真係我就給生活和生活，那個容易講，晚上11點那個戲下台咧，我就到河巴社。1960年，阿基所28歲，聽一個聲音咧出世之後，阿基所決定離開戲班，開始做功夫賣藥嘅，聲音咧就交俾阿基所嘅阿妹來照顧。所以我以後看到那麼多小孩怎麼辦？就話夫人家你學打，我教他打，我拉，2個人對唱，一個人打一個人拉，那時候開始拉了，開始拜老師了，拉山歌評判9張18調。哎呀，特別出把戲。出把戲啊，我出把戲，係佢嘅做，我做人冇畫面，做人唱，邊唱。唱到面黑來咧，一曬嗰邊4分架，做4分架邊唱埋，我等下唱出嚟要揾唱，唱出嚟揾唱，唱到面黑斜多咧，就跪下做戲出，我做戲服啦，做人哋聽下人哋做，講三用高枝啦嗬，乜計到戲出就做啦，我年前啦嗰陣做幾年下課，講到差唔多計咧，你切題，向我按部繼續，然後我就講。咁咪啊，本人提升。也講嗌係詞而為詞，貴國要表出來講啊，係我要嘅好主意啊！剛剛聲音了，是曾老師叫佢買藥嘅，會把這個藥上嘅，叫佢寄現嘅，佢會唱山歌嘅，會唱平板山歌子老山歌，叫通過出門買藥嘅，出買藥嘅嗰時市場嘅素材哦，也看到聲音嘅，而會行緊來看啊。靠聲音唱要行嘅來看咯，家咁慢慢買。嗰種是前景態，嗱記得吼，一走時咧買專業就本5個人來。以前嘅戲班嘅大角色吼，青島就會穿20塊錢一樣嘅，一個早上就穿5個人。台灣買藥做功夫拜神人冇，哎呀，凊彩拜唔得啦，因為每年奶派來啊，係講係奶派來啊。所以拜神人會搶個使用肢體來，還蠻多照顧咧。所以人生多，嗰個會員係報名多，你話合人要強，可以合人做，不過冇啥啦。所以要門路落嚟。你拜神人唔是多錢，你都出師了呀，出師我就穿得多些咧，再拿錢本神人，我縮個貼縮轉嚟。你下馬家人拜神人。馬上做經濟，馬個10數，馬個18，做經濟，還買，我穿得多了些嘞，所以拿錢，講係你要出嚟落雪了，全部是這樣，拿錢本是這樣，是這樣，貼個縮裝嚟，縮貼，哎呦，迄單純講出把戲啊，吼，跟迄老一家庭人做得有雷同的素材，但是客家人講出把戲。迄佢最重要嘅係講，佢有啲位擔負一個廣告賣東西。哦，當然這一波嘅清流行嘅時節，就會廣告賣藥嘅。乜嘅理由？老一個做戲嘅人，老一個賣藥嘅，老出把戲，我有關聯。
也係最重要係在擂台戲，啊，較早在擂台戲嘅時間，人來花錢做賣戲，也是對擂台戲嘅去做藥品嘅廣告。下後擂台戲冇好做嘅，因為當道嘅戲院流行一個做天涯，咁安尼情形嘅時間，也當道演員就出來做嘛咯，做愛台戲。當做愛台戲嘅時間就咩呢？有神傷，有借戲，跟冇神傷冇借戲嘅時間，咁也就演員咪就都有較閒了。咁樣個啥？有到各種些藥廠，也或者其他東西，佢需要推廣嘅時間，佢就想到講，係咩多年樣咯？去中度方做戲廣告，咁。做戲唔是錢啊，但是佢唔是一天要做戲服做，唔是，你就偏重，然後也就講個落地數啦，天啊個天使片啊、無糖啊白戲啦，佢就做得咧，做好弄下戲就由當到觀眾會來看嘅時間，佢做到一半嘅時候唔可以做了，因為唔可以做咯，看到當好看，人還想要繼續看。做得啦，條件高嘅，賣藥嘅，你當然買好演嘅就繼續再個做落一本看啦。嗰時候係一種推銷廣告嘅方式。你說那個小時候的那個出包戲啊，對，他除了唱歌吸引人，因為有些場子你可能會跑2次3次嘛。你老是同一套，應該我是後來這樣想啦，老是同一套應該會覺得不吸引人。對，以前鄉下人沒什麼電視可以看，所以你有聲音吸引他們過去，他們有熱鬧可以看，他們就會集中過來。可能就是先放音樂，對，你那時候就要唱，人還沒過來，你唱很浪費力氣，就是放音樂先熱鬧，等人吸引過來之後，他們就會開始唱。對，他們就會唱，因為我媽媽以前在電台有唱歌嘛。所以有時候報他名字，或者是有人聽，有人很厲害，認聲音就知道是我媽媽，說啊，你就是那個在電台有唱歌的那個賴海怡，對，我都會在電台聽你唱歌，對，可能就是會吸引過來，然後對啊，那就會我們家從小我印象中我們家會養很多的寵物，對，那蛇我們養最久，那一條錦蛇我養最久，我都還把它掛在脖子上跳舞過。它那個蛇尾巴冰冰的，然後一直玩，冬天你就覺得好冷，它會從你那個褲管裡面一直伸進去。對，就是我們家養一條錦蛇，然後它會逗那個蛇生氣，然後在手上咬一口，然後就喝那個血清。小時候印象，演出要看200-300演，200-300演，因為較早交通也無咁方便啦，請演像佢講佢。列位我去花蓮，行到去學倒來去哦，寒天哦去學倒來哦，學學作地要去電去哦，唔免從倆下時差，較早去學倒來，甲唔免從倆打馬家路哦，殺咕嚕，已經出電去哦，去花蓮站出去待2-3日，公共票價啊，出街尾行買藥嘅，做出發去買藥嘅。2-3日，搭總條他們做跳咧，全部串起來，然後我都買去電站啦。做生意讀書下課啊，嗰種時阿爸阿妹又啲新樂天台，客家台唱山歌啊，有戲曲啊樣嘅，做戲都錯嘅。下課佢都會轉時間較早較無天師啊，無天師出來以後啊，為主嘅方就躺喺當阿爸，唱山歌，無都阿妹唱山歌，家夫婦睇天主又來以後就會變來躺，較早人嘅娛樂出來樣嘅。他见不到面容，哎呦哎呦。祝你父亲节快乐！祝
哦，没有，忙完忙还没，来，没啦，我头风冲下去啦，右边啊，我冲低一点，我头风冲下去啦。蛤蟆出世，在水中啊。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我爸妈，他有时候唱戏，有时候他会有讯息说知道他们要回来，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就熬啊，就熬到很晚，因为他们回来一定都11、12点，我就熬到他们回来，因为我知道我爸妈他们都有晚上都有吃宵夜的习惯，然后他一定，我们就熬到他，然后就到那个邮局隔壁那一家，超好吃的米粉汤，然后每次熬，可是每次有时候熬不住，大部分都睡着了。那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等我爸妈回来，那个最爱哭了，那个只要我妈一走就抱着腿啊，要死命的哭了，要开始哭了，要哭了。我以前最开心的就是下雨天，因为就是讲哈，以前去逢一件事情就是落水日人哎，爸爸妈妈唔是出去做做冬天哦，讲哦，那个。太阳全部烦恼哦，又落水做唔出门，因为生意是大欢喜哦，爸爸妈妈地方还可怜的哦。所以以前我细细时间哦，最希望就是下雨天。生意时阵，阿婆阿公煮的啊，系啊，煮迄阿婆煮迄旅行，我厝内就迄旅行。我听阿公去钓鱼的，印象总是样很。全部阿公阿婆煮他的。阿爸阿妹都负责赚钱去，人阿爸含，迄啥事无办法讲。当下结婚有生意时间，生意变传令边啊。向阿奶讲，伊人也公讲，我样板。爸妹迄要向阿奶讲，人也爸讲我样板。按怎生意呢？毋是听下出，像其他都戏班啊生意吼。七做八做的票师的票文员，绑是绑给人家3年了5年，多少钱呢？带回来，我想讲按艰苦的事不要，再苦我小孩也不能当绑师，我不苦吐啊，心唔上是算唔上算，反正是挺看看赚钱赚的，我还没吐。我话生意全部出去。从细就碰到容易办生意，碰到出读书。我话生意算熬慢的啦。从我哋年龄层来讲吼，我话生意全部铁砂用高中毕业啦。阿基嫂到浙江府买药的期间，接有机会遇到采茶戏的老前辈。也学习了老演员嘅唱腔，唔到底嘅继承了几本嚟嘅三角采茶戏。我出来是落地所，然后出来卖药嘅时候，在上卖药嘅时候，大部分以前落卖药做老一辈的，通通一唱到三角采茶里面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一个师叔我老藤金了。一个老板姨，他还是老一辈。那后来我们跟他一起做生意哦，他慢慢的教我拿书给我看，然后超译了。他一唱我们就学起来了，一唱，上到慢插车啊，那经过好多人唱，好的后岸还是演起来，捡起来，扬床不断了。他们长处会连起来。短处不下去，就是这样。来到啦，拉到你啦，水到山岗思乡兮，水滴来秋淡日咯。1973年，阿基嫂41岁嘅时节，老朋友合组原创歌剧团。但是做生意做得好，钱多还好，钱容易我请下做戏哦，我们。老族同乡戏的戏手用啥合鼓去买一版 Q 版的版名嘞，这样开始做戏啊。那都2000多个人展演了哦，展演做片哦，马术戏没哦，上出做无按到版哦，所以那个戏就版，那个做就版，所以爱咩多，
没然后没了钱。嗰陣時有我即啊，做比賽有啊唱一下吼，我即個試下，我試下伊吹開翻來，我會啊，葉會轉啊，葉會長條裁量王啊。冇比賽也唔能打贏嘅啊，啊比賽個台灣迄個我贏辦啊改就贏嘅，大部分咯都話仲好建議啦，哎呀。阿基所嘅原創歌劇團結束以後，有18年嘅時間留到4月5劇團演出。1990年，阿基所59歲，榮幸客家採茶劇團正班，阿基所就結束做功夫賣藥嘅經驗咧，都榮幸做編劇和導演嘅工作。這一來時間加藝無正愛台版，就專門為公演。一開始為公演嘅時間，大概要做一個戲出，就梁志松來參詳，做馬出師，也劇本咁樣嘅安排。普通劇本嗌到請到了以後，我先跟鄭老師去家底位也就發錯嘅東西，然後也還好，再個整理出來，就要搞跟鄭老師去安排演，也有排練呀。故說一開始可以講用盡10出杜方，有6、7出、7、8出嘅導演我係鄭老師。可惜是學生，有學生了後，所以校長還唔來，那榮幸了辦啦。可惜人接到那個我國家戲院演出來，那可惜寫劇本。排練啊！不是我當演員，本來我做散發的嘛，比較習慣了。有的時候教他們啊，他們講話沒有滑溜，沒辦法溜啊。所以呢，有的時候舞台上用啊，反正歇後語啊，我們可以隨時看哪一段可以這樣改編啊。想這一段的改編什麼歇後語啊，馬上都。這一段要馬上改，你等一下忘掉啊！等一下，馬上這一出戲啊，哪一段講話不大好，當場改，當場改他知道。阿基所只有受過經驗嘅日本教育，看似大部分係自家學習，但是阿基所實做地將自家50多年做功夫嘅經驗轉化在劇本當中。錢唔得到咧，所以有用啊，我下去了。反正人4年拍哦，很多舞台上要用哦，攞成日出嚟用哦，念咪哦，念咪哦，要學啊，你冇學過啊？像那宋龍還是他要溜修下幾嘅。那因為我書看多了哦。好的，這個要一段記憶哦，用得着就把它留下來。下一次我會寫劇本啦，有這一段一出一朵同一樣的那個戲碼，有冇可以補上去用？當年18正風流，家地貧富千歲愁，頭茶做菜隨你過。無事開山強雜笑，朝朝四面盤為家，年年絲頭隨左右。此談出身非正，佩服那得為天意。因為佢對一條當道嘅社會行大好有。當久嘅時間咧，嗰時候佢識過嘅人可能比人行過嘅橋行較多嘅，看過嘅事情啊、事啦、物吼，全部比我哋當多。嗰時候吼，佢對一條人情世故，冇都一條講嘅客家嘅文化，冇都講客家嘅禮俗一條，當多嘅師傅化，喺我哋入開嘅生意嚟吼，冇了解嘅。
也欣赏都要别个方面吼，给请了解。故说平常时有上司头个聊天的时候吼，叫个老爷就会好教的个事情，我做理想的事情，我做也就个师傅法吼，佢就会慢慢的就会讲俾你听，会讲俾你了解。故说佢对遐个写剧本，尤其是写剧本遐个方面吼，佢真厉害。因为安尼戏曲的东西本来都会从神法放起来的东西啊。你假如讲迄对遐个客家神法你无了解，如何从遐开始写戏？嘿，故说从遐方面来讲吼，先生对遐个都真了解。做三足菜茶边讲，做阿厝啊，就做较专长啊。阿厝厝脚啦，就三足菜茶个不过搭国西去这边啊，有一个东西，但是是变异多东西出来，就三足菜茶传统戏啊，就那个技术也去变出来一多啦。哦，戏班当然佢也有啊，前面带过戏班啊，做就管员啊，就一做。有做全部都像我哋做戲咁樣，睇到買角色做買角色，當然都愛做啦，也愛做啦。不過專長所講係最傳統啦，嗬，三腳菜茶啦，佢嘅螺絲嘅東西啊，呢度啦，傳下來咁，當然東西呢度用就嘅傳統下來用嘅東西，那個蕎麥啦，那個三果菜茶啦，那傳統嘅螺絲嘅啊。呢度叫巡下嚟過。國立台灣戲劇學院成立客家戲學內之後，阿弟嫂就開始來教學生嘅。每一排上課都愛從楊梅坐火車上台北。好來，下年採茶入場，那個男生唱的啊。好的，男生站上，大聲一點。夏夜採茶入場。裡面呢唱得來，新段新的來，我們就準備要上舞台了。那你們唱不來，新段不來，那就一輩子當龍套好了。啊，你們誰的辛辛苦苦考進來的，認真一點啊。哎。出家小哥行條路，春假幾千萬山夫。太監的太太做朝堂，本意是可以做出。那时候曾爷爷还不太会讲国语，不太讲国语，全都客家话，然后就一头雾水，你也不知道，你跟他讲国语也不对，然后你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怎么写。幸亏曾爷爷写得很厉害哦。所以幸亏他还会写啊，跟我们讲，这样沟通。爱做阿厝的迄对京戏开始，迄客家戏，爱自细学京戏台的，到学校到国中2年还3年开始接触了客家戏，让伫爱客家戏的厝迄用的，老京剧的阿厝有哪所长无享用。让慢慢晓得，无腔样的地方，阿祖较死，紧叫的，讲一就会一，讲二就会二。不过，曾爷爷，咱讲起曾爷爷较好啦，较亲近。曾爷爷佢做的阿祖，唔会讲按用东西，讲佢做伊出去，大摆做大摆就无腔样，佢做得按用。唔过近期的无共用，大摆说就按用，无听伊种的，差别就会按对。阿岁时了，先做福利就后做餐，今日将会的秀风霜，相遇当日事，一下都会随心看。你做的旁档一下就讲出来，你忙想到你就讲出来，讲出来你还唔知嘛意思，大家就收咧。佛条甘蔗，苏面，佛条苏面，青豆按用嘅花，好巴泡嘛也系快睇咧。
佢多嘅世界，佢就第二讲冇嘅话，你控唔到诶，有慢慢经验慢慢累积嘅东西，这是真也太厉害。聽聽客家戲曲嘅推廣，阿基數樓用心劇團強下招跳海內外表演。但是在2005年，阿基數73歲嘅時節，突然中風。一直讓阿基數強下演出嘅宋美，一下只能自家一下參加劇團嘅演出。頭個我啲啊，不平嘅時就啲啊特別咩，就呀去啊，啲啊去啊，啲啊去做2年，啊啲啊去衰，啲啊去衰嘅就算我上去4歲，哎呦，阿面嘅話你媽媽，安尼啦，阿面嘅話媽媽係先感激用嘅安尼，做開始嘅。哎呀，俺家冇嘿，我做啲啊開始做2年嘅啲啊，俺今年是做1年，俺轉去哦，做迄個啊。俺家嘅學生啊做護理師啊，所以佢哋檢查結果，其實係中風嘅，安尼中風嘅時間多，安尼錯嘅啦。阿基數中風以後，宋美未暫時停停戲劇嘅演出，全心都無卡照顧阿基數。一切到阿基數嘅身體狀況穩定以後，在劇團嘅邀請之下，宋美又繼續出來做戲，但是宋美還係會掛心。阿基數都無卡嘅狀況。喂，媽，這唱首是拿相片做的，係啦，我這練這做嘢。哎呀，媽啊！我記得寫訪問嘞，哎呀，哪怕你是檳榔擔的，這檳榔擔慣了。好啦，哎啦，啲啊，好啦。好，啲啊，好啦，师傅会写哦。我有吃饭嘛，刚弄好了放在这里，还没有吃肉啊，他没上早上吃完吃饱，吃好了吃肉，他现在买放在电锅。早上都比較飽嘅啦，所以一般人麥片啊，麥片同呢包片，一出啲去哦，會發抖，一出啲去發抖。所以機器的這種的按沒辦法按。冇辦法，我不靈活啊，那現在按都要休息哦，那音調那麼多怎麼辦？所以我們有半音的哦，都能休息些。作用。做一下吼，有三生啊去做迄個為了阿基送妹吼，鄉下做戲啊，阿基送妹咪對我親好嘅呢。阿基有上次啊講嘅阿基嫂、阿基嫂哦，就轉去行個定愛哦，愛冇轉去冇看到愛哦，佢就見大天發出個門咯，然後定愛轉去到去洗身咯，佢冇看到愛哦，佢就推。不凶哦，安尼，就是可見的哦，他們夫妻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那阿基叔啊哈，對阿基送妹嘅依賴啊，也很，就非常非常的依賴他啦。三下來嘅人送上嚟歡迎，謝謝你先生，來代表我嘅面。
先欣赏今年7月19日嘅韩国人嘅青铜片，佢屬是喺古人來照顧嘅，古人咧喺喜歡嘅名角啊，嚟佢啦。真相啊，金案，本人就是今天非常榮幸得到了客家貢獻獎，書寫呢個節目，各位狀元，各位用演採茶作台，人哋親國家戲院表演客家嘅菜戲，按主持，所以希望我在假以前日咧主持，用演採茶作台。我真係國家戲院表演一出嚟，係客家菜戲，嗰客家人係橋上多啲係好合摸嘅，希望各位謝謝。希望各位狀元喜從你客家文化，代表團組新一輪本來感謝，謝謝。我們正式去欣賞稍微藝術到場。先期欣賞吼，蔡英台灣呢一個戲劇客家戲劇界來講，算係一個代表性的人物，也係一個大佬。目前在台灣一個客家戲界對於一個傳統的三腳採茶戲嘅，相當熟練，佢對一個客家嘅改良採茶戲，也有相當嘅阿厝也嘅部分嘅專長，屬於佢係其中一個輕重要嘅人物。老師除咗對表演以外，佢還對寫一個劇本，包括戲劇演出嘅安排，就係一下一般講嘅拖延，較早我哋都講嘅一個。講戲欣賞，佢也相當嘅專長，故所以目前對於講台灣嘅客家戲嚟講，也個貢獻相當嘅大。當然目前嚟講，像佢安尼嘅阿厝，在台灣嚟講，唔單止客家戲嘅，其他劇種，我尋常按次元嘅阿厝，睇有。一難，佢行得出來，觀眾就會笑啦，也就係一個阿厝嘅特色。五六七共相七五六相，七共相四相共。七共七相四方，六共六相五相六共，五相五六七共六七共，相相七共六共七相，相共七相四相四五共五七，六共七六共。五六共六七相共。这是公词谱，其实係公词谱。嗰首公詞譜，我學講真難，因為我對公詞譜冇講清了解。煙婆，其實吼，我就係利用某個時間啦，就是利用像安尼嘅時間吼，就當做食飯加先生食飽飯咧冇事情啦，佢就開始就記閒咧。那個我做呢就請先生講，先生，我想愛學到某個東西，先生講，因為我有工地嘛吼，先生講有工地，嗰時候學業出去吼，是想要留業出去教幫我安尼啦吼，我就講好啊，嗰時候我就利用當作嘅時間吼，先生都同伊食飽飯家，佢就開始記閒咧，啊就講我創一個演戲教，啊我對一個演戲教嘅唱腔吼，並唔係講真熟悉。那先生都一句一句嘅慢慢嚟教。煙婆戲，啊就安尼慢慢嘅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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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安尼教我，我就哎呀，啊有陣時我記性咪未講清楚，因為當多事情，嗰時候我有陣時我就記唔起來㗎，我就來用錄音機。
要给录起来，我就有阵时就慢慢来弹，慢慢来弹。嘿，经过一段时间吼，先生要唱诶，先生就看点谱，先生就慢慢来记弦诶，帮我唱。石桥吼，那合作三郎的那一段，身段很多啊。我教他唱哦，身段你自己去弄。那评剧有两个身段，但是唱腔不一样。我们唱的时候难辞天关的，难辞天关的。这一段我有学会了，所以要教给他唱，还没有教会，就没有时间了。他很强力啊！我就问阿基说，也还要出去行行的么？阿基说讲，无呀，我要去附近那个榕树下，老80来岁嘅老人家常问事情。佢都系盲来，盲来，佢都算80人岁，叫那叫佢咧打水鼓啊，好啊，来都做去挨做。大家老秀时期，太家府、天安国、福建去得多，世间唱歌也心真多。所以农家人，跳动出个棒，反得个跌咯，反跌无下土，随地攀众孙，粒粒加辛苦，蛮好意思。刚因他保守，太过讲话太过熟了，人家会骂，怕人家骂，这样俗啊。台湾啊高大大的，下落去。一下唔到阿基叔嘅屋卡，大部分嘅時間都會看到佢坐到書桌前看書或者寫劇本，一種精神係俾人情感痛嘅。人啊灣的講我，台那灣前那河啊川哦。忙啊地啊，萬里川路，街啊仰望前，愛那去啊，萬里馬有那茶，高台有萬路那哎呦，人